美國佬今次徹底頂唔順啊！佢而家就係想話叫停俄烏戰爭。More influential with allies, resetting relations with 而家美國佬佢諗住約俄羅斯同烏克蘭去談判啊咩？你認為俄羅斯會肯同你傾 defending the frontline city of Pokrovsk. Hello， 我係 Nicholas。咁今日嚟講，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際新聞啦。嗱，美國佬終於頂唔順啦，咁就最近出咗單新聞咧，就紐約時報出嘅。咁佢意思就係話美國陸軍部長咧，佢就駐烏克蘭嘅一個呢個部長咧，佢就諗住話喺今個星期啊，就約烏克蘭嘅總統同埋咧希望俄羅斯嗰邊亦都可以配合大家雙方促成一個和平談判嘅。咁就諗住啊喺基輔嗰邊啦。咁我認為啊，我個人嘅睇法咧，我認為佢哋今次呢個談判應該好大機率係傾唔成。係你諗啊嘛，美國佬你當初咁樣入局去搞個代理人戰爭，嗱我睇一萬步啦。如果前幾期片所講，你玩到咁癲，俄羅斯肯咩？肯收手咩？第二點嚟講，烏克蘭佢有話語權咩？冇。再者嚟講，你拖咗歐洲人咁多年啦，歐洲人而家肯俾你咁簡單就去結束咩？冇可能嘅嘛，係。所以我認為啊，你唔美國佬你喺即係呢個國際嘅一個影響力嚟講，好難嘅啦，係啊。當初你喺度搞一個代理人戰爭，諗住話消耗歐洲俄羅斯嘅資源，而家人哋拖翻你啦，係都係嗰句。就算烏克蘭有話語權，姑且佢冇咧，俄羅斯肯咧？我睇一萬步，俄羅斯肯，歐洲肯咧？係啊，所以慢慢玩啦，係啊，我認為就基本上係冇得傾噶啦，係美國佬慢慢拖啦，你就所以多個就唔講啦。小叔感信息差嘅，我同粉絲歡迎加入我組織。呢期先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